你在干什么？这床肯定有机关。哎，你也躺上来。理由？线索，相信我，快！放心，我要睡东床旭也不会睡你，我肯定先睡小赵啊。小赵，哎，快点，来上来。废物事！走，走！起来！果然是障眼法啊！这是什么？南城边角一家黑金市的名字。黑金市，那这下面应该挂着存牌啊！存牌呢？啊？看来他把银子都存到那里去了。自家的庄子商号不存，非要大费周章的跑到别家去。哎，不，这家黑金市啊，跟其他那些银号、典当行不一样。这大白天的，一丝阳光、一滴雨水都透不进去。大热天呢，不用冰，也不热；大雪天呢，不生火，也不冷。总之，鬼斧神工的，就跟世外桃源一样。你说的是冬暖夏凉，四季温度恒定。你这么说，好像是这样。眼下开春，金线质地纯正，若非及时进行织工染织，会快速受热氧化。除非进行恒温保存。我算是明白了啊！跟你这种男人共事，简直是形同虚设。要真出了什么事，还得本座自个儿收拾，了然一身。